皇后驾到！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接受邱公公的严格训练。3月期满，如果还不能让哀家满意，别说和琪儿的婚事不成，就连你，终生不能踏入京城一步啊！太好了，我保证不会再回来。要不我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过你得让三老爷放了阿果。放肆！姑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想偷懒。皇后娘娘，您放心，这些年在老奴的手下，就没有不受教的。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嫣然，咱们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打今儿起啊，我要教你皇家的品德，辞令、礼仪、女工，教你行莫回头，语莫翻唇，坐莫动膝，立莫摆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大声。你呀，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受着。不过我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啊，你要想学好，那也是难呐。这呀叫处变不惊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！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！讨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3从4德。这3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4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听着啊，你讨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3从4德可不是这样的。3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4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讨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。小鸡啊！你讨打呀！公公，我错了。你知道错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说这皇宫里经常有冤魂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情千万别来找我呀！这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哦。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一解小鸡。宣尹清柔上殿。哎，宣尹晴柔上殿。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做饭煮咖啡，砍价拎包背台词，哦，我都做的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。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必须封个免调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
跪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怎么是瘸腿的节奏啊？哼，活该！谁让你老欺负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呢。母后，你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三哥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不是被迫住在宫里，你会舍得来看我吗？我就知道母后最疼我了。我倒是好奇老三，平日里1个月进不了1次。那倒也不妨一看。小秋子，在。奉茶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四王爷。母后，看来你的方法不太灵啊。儿臣恳请母后对这个尹清柔严加调教，务必让她成为本国女子之典范。先请你。本王的名讳也是你直呼的吗？母后，你看他还是野性难驯，日后就劳烦母后费心了。好说，关乎到皇族的威仪，母后必定尽心尽力。母后，你看今日阳光明媚，咱们也别在屋子里面闷着了，去御花园走走如何？也好。晴柔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好好陪陪老三。好啊，奴婢遵命。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嘛！去添点酒来。快点儿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骚雅兴？你真是越听越好听。儿臣献丑。嫣然呢？不如你也来一曲如何？
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晴柔啊，要不你也弹奏一曲给母后助兴如何？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确实难为你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让你们听点没听过的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呀温暖我的心头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停！这都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给我退下！就没一样能见得人的吗？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无其缘，今生偏又遇见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。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贤妻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贤妻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三长两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晴柔是我未过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延琪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若是与晴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延琪为敌。
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言齐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。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跟她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，哎呦。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？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收拾我也不迟。哎，你……哎呦！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肿痛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
开始。